今日要講嘅呢個人，佢13歲開天眼，40歲自稱龍王。佢原本只係泰國嘅整車師傅，但到最後竟然成為香港娛樂圈嘅地下教父，被圈中人供奉佢為神人。梁朝偉跪地斟茶認佢做契爺，劉德華靠佢一句說話翻身賺10億。佢又為向華勝改命易襲，成就對方嘅黑幫王朝。咁到底呢個人係邊個？佢係咪真係有逆天改命嘅方法呢？有人話佢係真龍託世，有人踢爆佢係神棍戲法。今日就等伍 Sir 帶大家認識下呢一位紅遍香港娛樂圈嘅山神仙，了解一下佢嘅預言係咪真係咁準。大家好，歡迎嚟到 Set 檔案，我係伍 Sir。今日為大家帶嚟嘅故事就係娛樂圈嘅山神仙。故事當中嘅男主角叫周音南，但係大家都會稱呼佢做白龍王。佢喺1937年出生於泰國，祖籍廣東潮州。佢細個時屋企好窮，所以佢喺10幾歲嘅時候就開始做單車維修師傅。亦有人話佢喺街邊做過小販攤檔。而據佢自述，大約喺1951年，即係佢14歲嗰年，佢發咗個奇夢。佢喺夢中見到條白龍顯靈，而喺泰國自古就流傳住白龍王庇佑百姓嘅傳說。所以當時周音南覺得呢個夢係白龍王嘅感召，認定自己係白龍王轉世，命中注定要幫人消災解難。從嗰陣開始，佢突然開竅，忽然有咗神機妙算嘅本事。佢成日會幫街坊占卜睇相，並且由於佢嘅批算極準，加上分文不收，於是漸漸喺泰國春利武府一帶打響名堂，令到好多府外人都專程去揾佢指點迷津。不過當年泰國通靈師傅多如牛毛，加上周音南嘅客仔多數都係窮苦大眾，而佢為咗養家，所以佢一直都冇放棄正職，照舊需要打工賺錢。而喺早期就流傳一單奇事，當時有客人嚟佢打工嘅鋪頭買咗部單車，但幾日之後呢個客人就氣沖沖翻嚟鬧佢話：你唔係識算命嘅咩？點解冇算到我部車會被偷呢？但周音南就淡定咁回答話：急咩？部車好快就會自己翻嚟噶啦。當時客人半信半疑咁走咗，點知過幾日警察真係拉咗班偷車賊，而喺退贓嘅時候就發現咗呢部車，於是就通知車主去攞翻部車。呢單嘢令到周音南開始受人注意，不過之後嘅日子佢仍然同普通人一樣低調咁過日辰。而到咗周音南40歲嗰年，佢喺整車嘅時候就遇上車胎爆炸嘅意外。呢件事佢覺得係空兆，於是即刻去廟宇祈求平安。而喺當晚，佢又再次夢見白龍，並告知佢就係白龍嘅人間化身。白龍更嚴肅警告佢話，要佢盡快擔起救助世人嘅重任。所以自此之後，佢唔敢再拖拖拉拉，即刻自封為白龍王轉世，並喺芭提雅嘅拉差區租咗間木屋，正式開始幫人睇相算命，每日為100人免費算命。而更神奇嘅係，由於佢係免費，加上批命又準到離奇，之後就一傳十，十傳百，周音南就變成咗遠近馳名嘅山神仙。就連曼谷富商都聞風而至揾佢算命。當時呢位富商遇到生意上嘅麻煩，於是特意去揾佢指點迷津。而周音南就指點佢話改造地產，向東發展。結果呢位商人唔單止還清晒所有債務，仲賺到盆滿缽滿。而佢為咗答謝周音南，富商喺1979年出錢，為佢喺芭提雅嘅春利武府起咗首間白龍王廟，亦即係後嚟嘅白龍王公廟。富商仲四圍同人講，佢真係龍王降世啊！而佢龍王嘅名號就係咁樣得嚟噶啦。喺呢件事之後，有無數人都慕名而來。好快，一位泰國華人富商知道呢件事之後，都特意過嚟一探虛實。而呢個人就係泰國首富黃子明嘅三仔黃創山。當時黃創山喺芭提雅搞皇家花園酒店遇上資金樽頸，於是佢特意去請教白龍王。而白龍王教佢喺農曆3月初3動土，門口種9棵金蓮花擋煞。結果酒店喺1983年如期開張，當年更淨賺3000萬美金，仲成為芭提雅嘅地標之一。就係咁，黃創山從此做咗白龍王嘅頭號契仔，更將佢嘅威水史傳到香港嘅富豪圈。而黃創山本身係足球狂迷，佢喺80年代經波友譚詠麟認識咗曾志偉。到咗1985年，佢哋拉埋有江湖背景嘅向華強，合資喺尖沙咀搞天天漁港海鮮酒家。而為咗搞好呢間酒家，佢哋邀請白龍王首次赴港，揀風水鋪位同埋擺風水陣。開張當日仲搞埋場法事，點知白龍王出埠嘅首戰就遭遇滑鐵盧。
酒家雖然有成龍、洪金寶等巨星撐場，但經營2年後就蝕到趴街，最終更喺1987年執笠收場。後來白龍王都自嘲話：香港地運太複雜，我都要重新學嘢。不過香港嘅娛樂圈就自此同白龍王結緣。喺1988年，苗僑偉同戚美珍拍拖鬧分手，白龍王批佢哋係前世鴛鴦命，唔生仔就難到老，於是佢哋即刻拉埋天窗。喺1990年生咗大女苗彤之後，感情果然回溫。而喺咁多事件當中，白龍王都鬧出過大烏龍，因為佢指點譚詠麟同陳百祥組隊唱歌，但佢就完全唔知道兩人喺1970年組隊過 Loser 樂隊嘅黑歷史。陳百祥後來受訪時笑爆話，當時自己仲係樂隊嘅主唱，但因為覺得唱歌唔太賺錢，所以冇將練歌當係一回事。每次樂隊練歌，佢都係諗緊點樣靠倒賣一夜暴富。後來譚詠麟去留學，陳百祥就忙住做生意，所以隊 band 就散咗啦。之後陳百祥靠炒樓發達揸林寶，而輟學翻嚟嘅譚詠麟就喺走廊度捱女仔，堅持繼續唱歌。佢更被陳百祥鄙視過。佢兩個人有過咁樣嘅過節，白龍王呢次都算係點錯相啦。雖然算命撞過板，但係經黃創山同埋明星信徒嘅口耳相傳，白龍王嘅名聲亦都喺香港娛樂圈企穩陣腳。好快就有個商界大佬驗證咗白龍王嘅能力。喺1993年，英皇老闆楊受成喺好友謝賢嘅介紹下認識咗白龍王。當時56歲嘅白龍王同50歲嘅楊受成一見如故，但楊受成對呢個來自異國他鄉嘅神人都仲係有啲半信半疑。事關佢御用軍師陳伯已經多次準確預言過佢破產翻身、收購新報等大事，而且每次都應驗。而為咗考驗白龍王嘅功力，楊受成特登簡單棘手嘅 case 去試探對方。佢喺北京個朋友嘅老婆患上奇難雜症，就連中西醫都搖晒頭。佢先係問68歲嘅陳伯，希望可以幫朋友指點迷津。而陳伯屈指一算後，話佢朋友嘅太太氣數將盡，2個月後要準備身後事。跟手佢再飛去泰國問白龍王，點知答案一模一樣，話農曆9月尾會走人。而最詭異嘅係，2個素未謀面嘅大師竟然算出同一樣嘅結果，而最後佢哋嘅預言都應驗咗。呢個故事仲被楊受成寫入咗佢嘅自傳爭氣。經過呢件事後，白龍王成功贏得楊受成嘅信任。真正令白龍王喺香港娛樂圈封神嘅，係同年佢同向華強、向華勝兄弟嘅黑幫改運傳說有關。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而嚟，香港影壇大佬向華強嘅永盛電影公司與其他影視公司一樣搖搖欲墜，而從事金融投資同埋賭場經營嘅向華勝，佢嘅膝部舊病復發，身體大不如前。而為咗希望走出困境，兩兄弟喺1998年嘅年初拉埋向華勝嘅新歡張玉山，飛去泰國求白龍王救命。白龍王睇完向華勝嘅掌紋之後，就突然爆咗句話：呢個女仔係你嘅貴人，要當菩薩供奉。跟手為佢做一場7星續命嘅法事。而向華勝之後亦都好聽話，開始修心養性，同張玉山保持良好嘅感情關係，亦將更多嘅精力投放喺生意入面。而神奇嘅係，向華勝喺返港之後，膝部嘅骨刺不藥而愈，而佢仲喺股市低潮狂掃藍籌股。到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之前，佢喺高位出貨，淨賺過億美金。而向華強就更犀利，佢同王晶喺1998年狂開龍在江湖、賭俠1999、賭俠大戰拉斯維加斯等賭片，而撞正金融風暴後市民想發達嘅心態。呢啲電影全部殺入香港年度票房前10，鞏固咗佢哋喺娛樂圈嘅地位。而佢哋兄弟齊心，之後永盛借勢改名中國星喺2000年上市，而向華勝就掟2億注資，兄弟齊齊喺股壇掠水。最抵死嘅係張玉山，佢喺2003年靠住向華勝嘅人脈，搞出修身堂美容王國，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喺35歲就做到香港最年輕嘅上市公司主席。自此白龍王就被港媒封為黑幫御用國師，喺香港娛樂圈一炮而紅。之後佢嘅影響力亦都越嚟越大，而據傳媒報道，連王晶都要從1994年虔誠禮拜，足跪足7年，先得到白龍王嘅青睞，收做弟子，拜入門下。據中國星員工爆料，王晶每次拍戲之前都要特登飛去泰國問白龍王，喺得到對方認可之後先敢 roll 機。而喺2001年嘅時候，白龍王曾經預言
並告誡曾志偉可能有血光之災，叫佢避免出風頭同埋少飲酒。但曾志偉就當耳邊風。結果喺同年7月6號凌晨，佢果然喺酒吧俾人打傷，頭部縫咗29針。對方更警告佢話唔准做港姐決賽嘅司儀。事後曾志偉回憶話：呢排我成日覺得有人跟蹤，但冇諗到真係會出事。呢件事過後，佢對白龍王深信不疑，更開始大手筆捐錢起寺廟，助養孤兒，積極做公益同埋慈善活動。至於古天樂嘅黑面轉運傳說就更加戲劇化啦。話說古天樂憑藉神鵰俠侶爆紅之後，佢就被人踢爆，曾經因為行劫而入獄。呢件事令佢嘅事業直插谷底，於是佢就去求助白龍王。白龍王就指點佢話要刻過墨斗先有運行。於是古天樂就日日曬太陽，硬生生由白股變成黑股。結果1999年，佢憑住刑事偵緝檔案4而翻身。而喺2001年嘅《尋秦記》更奠定咗佢喺電視一哥嘅地位，從此星途大開。而最經典嘅係劉德華喺2002年，因為佢嘅天幕電影公司蝕咗4億，瀕臨破產，更陷入官司，差啲被封殺。當時劉德華向白龍王求助，而白龍王摸住佢嘅頭話：你個運仲有10年先到頂，記住謙虛做人，你一世都會行演藝圈呢條路。如果能夠保持謙虛，會紅更長嘅時間。之後向華強夫婦聽到白龍王嘅吉言，覺得劉德華前途無限，於是就主動借錢俾佢渡過難關。而坊間傳聞呢筆借款係免息免借據，而華仔靠住呢筆錢還清咗部分債務。佢喺重組公司之後，接拍《無間道》、《大隻佬》等等電影。喺2004年，更憑住《大隻佬》橫掃金像獎，正式重返巔峰。而華仔一直堅持到而家，確實依然人氣爆棚。同期白龍王亦暗中扭轉另一巨星嘅命運。當劉德華為4億債務頭痕嘅時候，23歲嘅謝霆鋒正因為飆車肇事而揾司機頂包被拘捕。但其實白龍王早喺謝霆鋒首次拜訪嘅時候就警告佢話：記住，車係你嘅黑星。及後白龍王更當住楊受成嘅面批謝霆鋒話佢同張柏芝一齊會惹禍上身。結果2011年風姿分辨，引爆艷照門餘波，謝霆鋒要停工3年先至翻身，完美印證咗情劫毀星途嘅預言。喺香港嘅娛樂圈，白龍王嘅影響力開始逐漸擴大。而去到2002年，當時《無間道》開拍時邪事頻生，拍攝期間唔係遇到大雨，就係劇組人員連環受傷。總之拍攝期間諸多不順，於是製片人林建岳急 call 白龍王救忙。白龍王睇完劇本之後就即批話，電影名《無間行者》4個字犯孤神劫，建議改名為《無間道》先可破局。仲指定喺2002年12月12號要全劇組着紫色衫出席首映。結果呢部戲嘅票房狂收5505萬港元，更橫掃金像獎7個獎項，最後成就港產片神話。而白龍王嘅名聲亦都因此喺香港娛樂圈達到頂峰。正當《無間道》成為港片傳奇嘅時候，白龍王已經悄然改寫新世代嘅巨星版圖。因為喺2003年，當時林建岳籌拍《頭文字 D》，原本佢屬意由潮人 icon 陳冠希飾演藤原拓海，但係白龍王佢極力阻撓，話呢個後生仔黑氣纏身，唔用得，要用另外嗰個嚟出演呢個角色。而佢所指嘅人就係周杰倫。結果呢套電影狂掃8000萬票房，周杰倫更奪得金馬新人獎。而反觀陳冠希，佢喺3年之後因為艷照門事件而絕跡娛樂圈，兩人嘅命運從此南轅北轍。而梁朝偉身為白龍王嘅頭號粉絲，並喺2003年正式上契，成為白龍王嘅契仔。喺拍攝2046嘅時候，白龍王警告梁朝偉唔好親自出演跳樓戲，並且話你嘅命格受唔起呢個劫。結果替身嘅武師喺拍天台戲嘅時候威也斷裂，跌斷咗3條肋骨。呢一次亦印證咗白龍王嘅預言。自此，偉仔每年都會去泰國為白龍王慶生，仲捐錢擴建白龍王廟偏殿，並稱白龍王係自己事業上嘅福星。而同樣被白龍王降服心魔嘅，仲有舒淇。喺2005年，佢因為3級片往事而被品牌抵制，而白龍王為佢戴上6寸檀木念珠，並且同佢講收埋啲火氣，多啲笑。自此舒淇就轉攻文藝片。而喺2007年，佢憑住最美好的時光封后，之後又被白龍王點破姻緣天機，話佢真命天子唔使刻意去揾，轉個彎就會見到。結果喺2016年，佢與相識20年嘅馮德倫閃婚，被指應驗身邊人即係命中人嘅神預言。而白龍王仲為英皇娛樂嘅人選制定出揀人嘅標準，譬如係屬猴、
單親家庭出身等等。最終按照呢啲標準，謝霆鋒、容祖兒等藝人被選中。後嚟佢哋都成為頂流人物。而傳聞哥哥張國榮同白龍王之間有一個撲朔迷離嘅故事。喺哥哥患情緒病嘅期間，白龍王剛好嚟到香港。因為張國榮身邊有好多朋友都受過白龍王嘅指點，而佢哋大多數都係白龍王嘅信徒。佢哋見到張國榮受到情緒嘅折磨困擾，身邊嘅朋友都建議佢去揾大師指點一下迷津。據聞哥哥最痛恨嘅就係迷信，但係被病痛折磨成咁樣，所以佢最終都係決定聽朋友嘅建議，拜見一下白龍王。喺朋友嘅引薦之下，白龍王同張國榮約咗見一面。但係當一切似乎都順利進行嘅時候，白龍王卻突然改變主意，喺同張國榮會面嘅前2個鐘頭拒絕接見對方。而哥哥最後喺文華酒店高處約下離開咗呢個世界。佢風華絕代嘅一生就此落下帷幕。回想起呢段往事，白龍王曾經道出佢冇去見張國榮嘅原因。佢話佢雖然有名氣，但係骨輕命薄。我知道佢氣數將盡，天命難違，所以既然幫唔到，都係避見為上。而命運弔詭之處，在於同受艷照門牽連嘅阿嬌，卻未能夠複製舒淇嘅翻身奇蹟。喺2008年，楊受成帶佢求見白龍王，大師當時剪低佢一執頭髮作法，但之後嘆氣話今次老闆冇事，但歌手有事。結果阿嬌復出之後人氣低迷，反觀阿 sa 單飛拍戲出唱片，搞時裝生意全面開花。而白龍王私下曾經解釋話，一個肯低頭，一個放唔低，因果早就寫喺額頭上面。至於小豬羅志祥，佢喺2008年拜會白龍王嘅時候，就被批中佢有桃花劫，並要佢戒色9年，否則星途盡毀。結果喺2019年，佢就被周揚青爆出多人運動，因此演藝事業一夜清零，亦都完美印證白龍王9年大限嘅預言。去到2013年8月17號，白龍王因支氣管疾病於泰國寓所離世，享年76歲。喺葬禮上面，梁朝偉捧住師傅嘅遺照，低頭垂淚；而劉德華、舒淇、王晶、林建岳等超過2000名信徒到場送別。而泰國皇室更係送贈聖泥蓋棺，場面肅穆盛大。不過令人唏噓嘅係，白龍王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正係2012年專程飛往香港，為梁朝偉與劉嘉玲嘅婚禮作加持。雖然佢之前一直拒見劉嘉玲，但仍然為契仔破例出山。而縱觀白龍王充滿傳奇色彩嘅人生，與其執着係神秘白龍轉世，定係一場虛幻嘅造神工程，倒不如記住佢常掛喺嘴邊嘅3句真言，就係好心有好報，火氣大折福，孝順父母最改運。而其實白龍王嘅核心哲學就係命運或許天定，但心念能改運程。正如佢臨終時嘅首書，求神不如求己，拜廟不如拜父母。好似嗰啲被改寫嘅星途，逆轉嘅相戰，破碎又重圓嘅人生，與其話係神蹟，不如視為係人性覺醒嘅隱喻。當迷惘者獲得精神支柱，謙卑者堅守本心，狂傲者收斂鋒芒，或者呢啲先係白龍王傳說最深邃嘅啟示。大家對今日所講嘅故事有乜嘢想表達或者想評論嘅，歡迎喺留言區裏邊話俾伍 Sir 聽。如果你中意呢個頻道，請你俾個 like 我，同埋記得訂閱 set 檔我伍 Sir 嘅頻道。若然伍 Sir 敘述嘅故事可以引起你嘅共鳴，請你喐下你嘅手指，用 Super Fast 支持一下。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